日嚟到呢個 Chatswood 嘅 Concourse 劇院，欣賞由車士活梨園子弟，即係車厘子主辦嘅宋允陽波紅日飛揚慈善演唱會。嗱，今日咧，除咗大家會欣賞到好精彩嘅粵曲粵劇之外咧，其實大家咧都仲參與咗一件善舉嘅噃，因為咧今日咧呢個部分嘅門票收益咧，將會係愛嚟捐助俾澳華療養基金嘅。咁今次呢個慈善演唱會，除咗有主辦人車厘子好落力嘅安排之外咧，我哋仲得到一位善長仁翁 Margaret Ling 凌太何女士大力支持，佢咧將樓上所有嘅位嘅飛買晒，然後咧就請13間護老中心嘅長者嚟睇演唱會喎。Hello， 大家要拍多啲手掌喎，係咪好有意思啊？好啦，咁不如咧，而家我哋有請澳華療養基金嘅董事 Mimi 女士上台咧，幫我哋頒感謝狀俾車厘子 Connie 同埋咧凌太啦。咁但係凌太咧，佢就派佢個孫做代表，就係歐天賜 Morgan 歐先生嘅。有請 Mimi、Connie 同埋 Morgan。咁咧唔好意思，我去攞個獎狀出嚟先。大家好，今次咧好榮幸咧，可以車厘子幫我哋籌款，同埋咧多謝阿媽佢咁慷慨支持，為我哋新嗰間老人院 ，sorry， 在我哋新有一間第5間老人院就喺 Forney 嗰度嘅，嗰度咧就將會咧係有67張床，有嗰個45個咧係雙人獨立洗手間，有6個咧係兩雙人咧互用浴室嘅。咁另外咧就有8個咧係分開兩夫妻可以共用一齊嘅房間喺度。咁我哋將會咧希望趕得切咧就喺下個月會開幕㗎啦。多謝大家。如果有需要幫忙，請打俾我華兩會聽啦。而家咧請阿 Connie 車厘子接受感謝狀。第一，我好多謝各位光臨，亦都多謝在場所有嘅人，同埋我身邊呢位後生仔啊，摩根，佢真係佢嘅屋企都係慈善大家。咁我想俾佢講幾句説話嚇，好嘛？好，大家我哋嘅廣州辛苦，多謝波過嚟。好，多謝。係，咁咧就呢個獎狀，呢個感謝狀咧就係俾阿凌太嘅嚇，就係 Margaret Ling， 咁咧就由佢個孫咧代佢領獎嘅嚇。多謝晒，唔該晒。嗱，咁如果大家咧仲想即係再捐多啲款項咧，咁我知道咧工作人員係預備咗啲信封嘅，有啲信封。咁如果大家咧係即係想擺啲捐款落去咧，就可以問佢哋攞，然後咧會喺門口會有人收翻。咁嗰啲捐款咧係會直接俾呢個澳華療養基金嘅。